好，我已经甲这个直播的这个 YouTube link 打起，另外呢，线顶的文本我嘛打出来，而且呢，今仔日这个线顶的文本呢，和严格无共吼。歹势，定定来清拿哦。严格呢是，我直接甲我的 PDF 伫 Google Drive share 出来吼。即嘛即个呢，我大概是台湾台语文记忆网站顶头的即个出世线线顶的即个网链吼。忘着台语文记忆又搁转来吼，进行规一站吼，即嘛搁开啊，搁活起来。但是呢，介因无啥共我相信管理的人嘛无共吼。伊即嘛敢若是进前敢若是杨文言吼，杨文言先生伊家己的收藏的一寡资料啦。分出来，大家看，分张互大家看安尼。即卖伊敢若交互某一个学校的，可能大啥你去管理。OK， 除了这以外呢，内容嘛无共，内容大减少吼。咱较早看会到的，教育公报的原文的即个 PDF 档案，遮人看袂到。咱之前有咧读的迄个台湾歌谣嘛看袂到吼，但是出世线有啦吼，所以我即马打即个网页顶，而且即个网站顶的即个网页吼，大家会当去看，对遮看出世线。好，咱煞接咱顶回读吼，咱读到5月的时阵，读到第14啊，拄读煞。14页讲啥我袂记，咱来小复习一下吼。咱今仔要对15页开始学起啦吼。14页所以我就紧甲最后一段甲读过吼。希望大家会当渐渐来，会当加认捌白话字啦吼。你我都看到，我都通读啊安尼。以后你读啊，就感觉就轻巧的吼。其实我这目的，我开即个。足大的目的是希望各位当学遐白话字吼。但是我知影讲我即种教法，毋是像人啊，对波波摩佛开始教起吼，对 ABC 教起吼，我毋是安尼吼。好，至勤就哉，罗教人生性是互人怨恨的。毋过所吟的诗遐好听，所讲的意思遐尼好，伊也无得罪咱颠倒怨恨伊，是咱家己失了人格。设使伊所讲的耶稣若果真会救人，咱无亲近颠倒怨恨是大错误啦。至勤想要去拜候即个青面人。看耶稣是啥货？若是惊了，大家官毋欢喜，因为旧惯男女授不亲，至教毋敢，敢若对听着迄首诗，不时记伫心内，静静地为什么一现页来走对遐去？现页是要安怎现？歹势。你是要拍数字还是用迄个？歹势啦，我即马开的即个界面是我的 PDF 啦，毋是即个台语文记忆嘅车啦吼。我拄则要记，好来，台语文记忆14页，伫遮好。你
确认迄个连接，就是要读的迄页第15页。是，不时记伫心内，静静地来后一页，静静地想，若阵山骹的水泉温温啊在流出来一样。好，这段就是你讲志勤内底心理的变化啦，吼。对一开始对着教人迄个，大家互伊的迄个负面印象，演变到伊家己亲身去体会、去接受的时阵，才感觉讲，毋对哦，人毋是人讲的安尼哦，吼。啊，所以心理就开始改变。即个社会吼，其实是一个要安怎讲？不搞个五毒恶势吼，五浊恶世吼，是一个足败坏吼，足下流的社会吼。大家出喙拢无啥咧讲好话吼，所以你若咧网络顶，你看大家骂来骂去吼。明明你写可能写一个感想尔吼，下底甲你批评的人一堆吼。你根本就无邀请人来甲你批评，应该你根本就无想要邀请人来，任何人来甲你讨论，但是大家都甲你社会标啊吼，这足事常啊！你去看 Thread 顶头，尤其是 Thread 迄种伊的迄种班路吼，就是足容易去引来一寡批评啥有诶无诶吼。电脑伫 Facebook 敢若较袂啦吼。好，所以呢，我拄则要讲的就是讲，其实你伫即个社会，你若干那要靠别人互你的印象，别人甲你讲的，靠啥物？纸诶写的啦，媒体讲的，电视学的，哪里有听到的，网络顶学的，我甲你讲，10项9项是歹，10项8项是无正确的吼。足侪是毋是家己思想、家己思考出来的物件，是别人安尼讲，所以我倒来安尼讲。哦，毋是安尼就是真理，毋是安尼讲就是正确吼。讲人讲量变会变做质变吼，等100个100个人有10个人安尼讲的时阵，你可能阁无相信；等100个人在内底90个人安尼讲的时阵，你就开始相信了吼。你也不得不相信吼。你感觉讲咱若无相信，敢若你含别人无共吼。但是呢，迄个代志可能10人你讲的含90人你讲，其实是共样代志，共一个事实，也是共一个立场尔。10个人讲含90个人讲，竟然是无共的影响吼。啊，所以你伫即个社会徛起，你其实爱心内，你先要有即个认捌啦吼。你无你永远你无法度徛到足正直的啦。好，咱继续看来。啊，所以志勤伊听别人讲的，含伊家己心内感受的是其实是无共吼。好，咱废话讲到遮，过来继续咱来学台语吼。来，即马要读即个是第15页出世线吼，1926年吼，田开判所写的。出世线第14页吼，阮已经今仔日是第30课啊吼，咱两节课才读一页尔吼，平均说啦吼。啊，所以咱读足慢的啊，但是咱学足多吼。今仔日若是新朋友入来，互恁了解一下吼，阮就是安尼咧学的，逐学吼，台语就是安尼一句一句来，一字一字来吼。好，来开始，志勤的丈夫大川氏。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甲一本诗。这段我甲读个煞好啦。暗时闲下就讲究。哦，先读到遮。这段读个大家听有，意思是讲因翁啦吼，毋知去倒位摕一本。圣经啦吼，啊，佮一本圣诗、圣歌册啦吼，啊，利用暗时啊，人有闲着，就研究讲内底到底咧讲啥吼，就是安尼，这是安尼写的吼。
虽然讲出世线是白话小说吼，但是各位读应该嘛有感受到吼，伊其实佫受到文言的淡薄仔影响哦，毋是足深足重的吼，淡薄仔尔吼，所以你有时仔内底会看到伊用文言的笔画写吼。文言的笔画写就是啊，读过毋知，你有时仔毋知你讲啥啦，有时仔安尼啦吼。除了讲伊内底所用的代语，比如讲你即摆已经较生疏，或者是较乌以外，因为伊有时仔会用一滴滴啊吼，即个文言的笔法，你有时仔会看较无吼。当然即句无啦，起码咱读的即内底其实无啦吼。但啊用词啦吼，敢若用词较文言安尼尔吼。至亲的丈夫，比如讲伊袂讲翁婿，伊讲丈夫吼。至亲的丈夫大传诗，当然翁婿丈夫大家佫听有吼。过来是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吼。而且伫遐久，这是白话的写法啦，但是咱即嘛较无惯势，安尼讲的白话表达法吼。咱先甲伫遐久跳过啦吼，讲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我即句话安尼讲，大家拢听有吼。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迄本圣经是对朋友遐来吼。伫遐久 ，OK， 啥物叫伫遐久？伫遐久，其实我嘛今仔日才听人安尼讲吼，其实才看人安尼讲，伫遐久，应该是伫遐久我咧用啦，应该就是讲最近啦吼。你若要用咱即嘛惯习的句法来讲，最近吼。即要书店要查即个词可能较难吼，我看嘛我倒。咱先查遐久好啦。HIAH 第二声拍毋着。遐久两个意思，第一相当久吼，第二前几工吼，相当久，比如讲遐久无来哦，等等诶，遐久无来吼，遮久无来交关嘿。第二个讲前几工，遐久上来，但是即来看条原册，到底即个汉字要怎读？来，遐久伫遮吼，遐久无来吼。第二是先达的高路，但是那无例句。遐久啊，遐久。常来，伊甲即两个词吼写做一个啊吼，遐久啊，常来着，伊原文是音是飘常来吼。好，第二个拄则讲是，伊遮是写讲先达第五路，我嘛毋知啦吼，你去。但是看新闻来讲，先达第五路是前几工吼。好，所以遐久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而且是两个倒变的意思吼。第一就是相当久，真久以前；第二是无偌久吼。我拄则讲最近嘛吼，无偌久，前几工吼。所以应该是我用的就是这第二项啦吼。伫遐久吼，伫前几工吼。咱转来出四线遮。所以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吼，就是前几工，吼，伫前几工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还有啥？甲这是下门音较接用，吼，甲 KP 台语内底较接用是 KAH， 吼，或者是甲个汉 HAM 第七声。
或者是我之前前几工才讲过的，讲阮有一种讲法叫做kiau KIAU 毋是应该第七声kiau KIAU 第七声我教你，你教我用变调我教你，你教我所以是汉文圣经教一本诗好，这是甲是下门音啦你若含像如教会人接触做，你就有时也听人讲甲暗时闲下就讲究闲下讲究，这拢是文言词这毋是文言故句啦，这是文言词啦所以你读过你有时会较袂惯势暗时闲下就是暗时有闲啦白话安尼讲，暗时有闲就讲究讲究就是研究啦咱来查一个闲下。HAN 第五声，下 HA 第七声。闲下就是有闲的时我拄则讲有闲的时，有闲嘛闲下的时才来佚佗这例句。过来是讲究。讲 KNG 第二声，究 KIU 第三声。讲究就是研究用心研究，讲究学问就是研究学问华语讲讲究是讲啥？讲这叫我要安怎解释？华语的讲究是要安怎解释？我真正袂晓。只好查书店，教育部书店好了。我即嘛是啥物输入法？好，来教育部的书典讲究释义，追求强尽事物之理这是对古文内底的规则的 quote 出来这是宋述内底写红楼梦内底有嘛有。好，无，咱先看好，咱对相反词来看啦。毋是相反词，伊嘛无两个拢有啦我今仔才学着呢讲究华语两种讲法呢，一种叫做讲究，一种叫做讲究。讲究第一声讲究是倒翻意思是粗俗随便所以含粗俗随便倒翻的，就是讲究讲究第一个意思，华语的意思就是追求强尽事物之理，追求穷尽事物之理，这就是咱拄则台语所讲的迄个讲究，这伫宋词内底就安尼用啦这是古早时代讲究的用法讲究呢？讲究是可能是北京地方的方言啦所以变成即嘛通用全中国甲全台湾讲究一种用法，叫做讲究。我毋知影为虾米阮较早毋捌学着就是第一声讲究是力求事物之精美，
力求事物之精美，即个含咱拄则台语的迄种讲究无啥共意思第二是注意顾虑的道理，注意顾虑即个讲究。议论讨论讲究，你看伊的出处拢是近代的即个明清的白话小说，白话小说就北方的白话小说啦毋是南的，所以儒林外史红楼梦拢安尼用就是力求事物精美啦，注意考虑顾虑的道理啦这个拢叫做讲究，含本来迄个推求穷尽事物之理迄个讲究已经无共意思去啦即嘛伫台华语内底，你较接用颠倒是第二个意思就是我拄则讲台语含华语无啥共的因为已经甲迄个进程当然有相共迄个古早时代的意思，追求穷尽事物之理是有相共，即嘛已经无去啊伫华语毋是无去啦，较汉的人安尼用啦好，咱转来小说家讲伊闲暇暗时闲暇就讲究即只讲究是穷尽推求事物之理嘛就是在你图书馆的研究用心好，暗时闲暇就讲究好，到这。爸比，你敢有问题？敢有啥物字袂晓的？啥物词袂晓的？无OK。等一下，那个喊哈是闲暇，暗时喊哈是几下？闲暇是有闲的意思。我毋知你的问题是啥。对，就是问这。问啥你毋知影闲暇的意思啦？闲暇就是有闲的意思。捌听过。莫讲你捌听过，足侪人毋捌听过因为这是文言的故事，我拄则讲，这是文言的故事，这毋是白话的故事文言的构词啦毋是白话，毋是台语白话的构词台语白话的构词会讲有闲你有闲无？你袂讲你有闲暇无这是白话，这是歹势，这是文言文你写用写才安尼写啦，白话平常时讲话无可能有人会安尼讲啦，因为你讲嘛，大家听无啦毋是讲听无就莫讲，是因为这是文言的故事法我无建议大家伫咧平常时你白话时你讲一寡有诶无诶，即讲若敢若你足有学问甲一寡文言词摕出来用，迄毋是好习惯我建议大家拢毋通安尼OK， 所以闲暇是有闲的意思，你知就好。你写有法度写，你会使写袂要紧，但是尽量把平常时讲话莫讲啊，即种故事OK， 好，所以咱转来小说家，我拄则讲过，我搁重复一遍出西线虽然是白话小说，但是伊的年代1926年伊真难得避免伫咧写字的时阵去用到文言的故事因为迄是一种你写来你会感觉较袂遐，我来讲，人要对文言的即个书写法，进到即个白话的即个书写法，其实心内迄个挣扎，心内迄个冲突迄个矛盾冲突，迄个艰苦迄个真爱叫迄种过程是逐个拢有诶而且是一段足长诶过程。伫台湾一直到即嘛，阁是安尼一直到即嘛都是安尼。你看你若讲校莫教文言文啦，你看偌侪人跳出来甲你讲恁安尼理由做侪我毋免我讲逐个拢知迄啥物理由就是因无法度接受讲五手写五口即种文理的表达法，即种伫欧洲已经发展几啊年但是发展几百年对，自迄个差不多宗教改革因开始就安尼伫咧台湾莫讲伫西那伫台湾到呾还阁发展甲不得不诽半身不遂足侪人伫咧写文章的时阵，伊无法度完全用白话的法度来写。故事来写一篇完整文章内底总是爱插几句无就是四字俗语，就是成语啦四字俗语，无就爱插一寡迄个文言的故事安尼看敢若较
较是正常人的写法，但是其实迄是无正常哈。我今仔日伫遮提供互各位思考，真正你爱思考，为虾米咱爱反对文言文教育吼？虾米为安怎反对法啊？反对的家己的立场是啥物？拢爱足清楚的啦。无吼，你其实人现在喙皮甲你伸过来吼，你就毋知要哪闪嘛吼，甚至扒一个人规就硬去吼。OK， 暗时含下就讲究，这是用着文言故事法的写法，所以呢，一般人敢若安尼听你念过时，有些也听无吼。你若是暗时有闲，就踮咧研究，研究其实嘛是可能是文言的故事法吼。伊若暗时有闲，就踮咧读过来读过去吼，踮咧咧思考吼。这就是白话用词。当然，白话研究有啥物白话用词，我毋知啦吼。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要互人听，你就爱尽量用白话写法、故事法安尼吼。啊，我搁转来，我一套搁套一套吼。我即摆搁转来讲，就是讲，我拄则讲出西山，因为安尼，所以伊毋是一本正好读的小说。我讲即句实在，伊虽然是白话小说，但是毋是正的纯然的白话吼，内底有足侪我拄则讲的。啊，所以你读起来有些辛苦，一定的吼。好，咱继续看咧，心肝在想。是你讲，这是你讲，是你讲啥？好。诗嘛，应该是在讲，伊毋是摕着即本诗啊，诗你讲啊。圣经搁一本诗嘛。嘿。所以我来讲，伊阵伊个连字符拢用甲有一寡我念袂准，迄是我头看迄种的清华教授甲介绍做汉和人参写才掠出来，无若纯粹真正看到 SINIH， 你甲当做一个词，真正会掠无。系啊，会看无，因为伊毋是一个词。对哦。所以针对迄个时阵，一直到当我的理解是敢若白话字的底是听讲是敢若要互人知讲，哦，迄是一个词，啊你迄个底是头前迄个爱变掉安尼。啊，毋过若咱来理解，照你讲，即个诗呢，还是诗呢？即敢若伊头前就讲伊。又得到一本圣经甲一本诗嘛，是。啊，后壁要讲就讲诗内底有讲到即两句安尼。啊，所以家底是着，以我即马着真正，人是偷看真正，毋知伊要创啥。主要是我原来读无，就是发音无准啦，发音准有时啊好出来，原来是安尼意思。有时啊你念出来，一时啊家己硬去，看着硬去，但是发音一出来正确的时阵，就知影意思吼。诗你讲吼。啊，所以我拄则嘛读毋对去。好，诗呢安怎讲呢？讲世间家不人所缺吼，世间家不人所缺，毋知各位听有无吼？这拢是每一字应该是拢是白话的故事啦吼，拢是白话字啦吼，毋是白话，我意思是白话的诗啦吼。世间家不人所缺吼。但是故句其实较接近文言吼，因为是诗嘛吼。当然我再来分帖吼。着知服侍真无益吼。好来，这两句这诗我搁来读一遍。世间家不人所缺，着知服侍真无益吼。世间家不人所缺呢？你若讲。世间的家不拢是人所刻出来吼，安尼你就拢听有啊吼。但是伊加一寡感性的一寡理感性，因为伊要写做诗，有时啊就安尼吼。世间家不人所刻吼。重要是后壁即句，着知服侍真无益吼。因为即寡不啦是人你家己刻出来吼，你服侍伊无啥物利益吼。当然伊无规则原因，伊敢若安尼个结果甲你讲尔吼。着知服侍即个不啦，服侍即寡不啦吼，人所刻的不啦，真无益，无益就是无利益啦吼，无好处啦吼，益就是利益迄个益。好，咱继续看吼。即两句拍算有，我看一下时间。
这两句拍算有真理，就是这两句诗句啦吼。拍算有真理，拍算有真理，即个拍算，咱即嘛人嘛较袂惯是安尼用即个拍算即个词吼。拍算本来拢是 plan 嘛吼，英语你直接翻译是，咱即嘛较惯是用话就是 plan。我拍算要做啥代志吼，啊，你有拍算明仔载要来无吼，拢是 plan。但是即两句拍算有真理，都毋是 plan 啊！你若用 plan 英语迄个 plan 去翻译都毋对呀。即两句拍算有真理，就是这边的解释，sounds s o u n d s 哈 sounds 听起来安怎哈？当然毋是听起来安怎，拍算有真理，就是讲即两句感觉起来，还是讲。来，咱来查一下，因为我无多来好好解说即个，我干那呢，实咧讲吼，无好，直接看 PHAH pass SNG 看即个词典安怎正确来翻译 PHAH pass。PHAH 拍算有真理吼，可能有大概的意思，有大概意思。好，来拍算，思考、考虑、想讲话啦吼。OK， 这是大理大词典的解释吼。思考、考虑、想讲话吼。我拄则讲 plan， 其实就是思考、考虑啦吼。就是 consider 啊 ，considering， 但是你看这两句思考哦，我拄则讲 sounds 对无？听起来应该是讲你若思考起来啦，吼，你甲思考起来，这两句你甲想一下，你甲想一下，吼，你甲思考起来，你就会感觉内底有真意思，有真理伫内底，吼。所以伊毋是 plan， 但是伊是considering 哈，伊是你小加考虑一下，你加小想一下哈。好啊，即嘛人袂惯势用来做敢若 sounds 迄种即种叫做什么动词哦？较早捌学过，才袂记。就是 sounds feel 这种动词叫做啥？就是一种感受的动词吼，听起来、想起来、看起来这种意思吼。直接拍算的就是安尼，想起来吼，感觉起来吼有意思，还是讲看起来、听起来有意思，迄种感觉啊，我真正袂记啊。各位若对英语较早学英语有这种。伫咧文化啦是啥文化册内底有看到讲即类的词吼，叫做 sounds、feels 即种吼 looks 即种叫做什么一个动词一个名称。即句伫遮伊是毋是伊的动词是伫后壁？因为有真理嘛，所以有才是即句的动词。所以即个拍算可能我都用。可能我都直接甲伊当做动词咧用，对吧？即两句拍算有真理嘛。来，咱先来，我既然我提起啊，咱就来学一下英语内底这 looks、feels、looks sounds。Verbs of the senses 叫做 verbs of the senses 感受动词哈。We can use the verbs look, smell, taste, sound, and feel before adjectives, nouns, and clauses. OK， 但是伫英语内底这是动词啦哈。We can use
and to talk about how something feels, tastes, etc. 或者是加 like 加名词啊。We can also use feel, smell, taste, sound, and feel 加 like before a noun 啊。这种动词伊的特色是啥物呢？伊这只无讲。OK， 好，咱来看，即马来看即个，讲即两句拍算有真理。我所要讲是啥呢？就是讲英语内底即种 verbs of sense 吼，其实伊本身迄个用词无迄个动词的属性，就若敢若即只拍算相款。拍算本来是动词对无？就若敢若马文拄则讲拍算，伫遮颠倒看起来毋是动词，但是拍算本身应该是一个动词嘛吼，但是就是对，拍算有动词的意思啊，就是你拍算要安怎做嘛？对。遮侪代志，你拍算要按倒一条开始先做，你就拍算嘛，对吧？拍算倒一条开始做，拍算安怎做？也是讲即条代志是谁咧拍算的，毋是我咧拍算的，是谁咧拍算？迄当然是一个动词啊。啊，伊即个字，伊毋是干那动词的意思，嘛毋是干那动词的用法啦，嘿啊。顶半部差不多咱即3-5分钟讲的对，拍算是有动词动作的意思，这无问题啊，无问题啊，嘿，拍算有动词的意思。啊嘛是拄则所讲的，可能啥物 sounds good, feels good, looks good 迄种的，叫做感觉的迄种感受嘛，你拍算安怎？啊，这可能较真正就是即马较罕的有人会甲拍算即个词当做迄种感官上的迄种讲法啦。你拍算要安怎是嘛？大概是安尼。啊，毋过伫即大家可能我看起来是敢若较无像动词，敢若较无像甲伊用做动词咧用。以上。是，就是讲，伫即只咧，伊就一个动作一种 sense verbs， 就英语拄则讲的迄英语即类动有一类动词叫做 sense verbs， 吼，伊个动作 sense verbs 来利用。sense verbs 伫英语内底的动词的即种分类内底呢，伊嘛是一种足特殊的动词吼。一般伊含普通的动词无啥共，咱来看有啥无共啦吼。那所以对安尼个反个头转来看台语的即个sense verb 有些按怎用法吼，有啥物相像的所在吼，安尼你学起来可能会会当较理解吼。A sense verb is a verb that describes one of the 5 senses: sight, hearing, smell, touch, and taste. Verbs such as look, sing, taste, feel, smell, and sound are sensory sensory verbs 就是拄则讲的这5种look, sing looks, seems, taste, feel, smells 看起来感起来感觉起来闻起来In English, it is important to use adjectives rather than adverbs with sense verbs. OK， 伫遮，这重点是伫遮啦重点伫我较早学英语的时阵这是可能读初中的时阵的时代的代志佮当你要用这动词的时阵，你后壁煞接的毋是副词，是形容词所以呢，是伊看起来真水毋是看起来我袂使用台语啦It looks beautiful， 你袂使讲 It looks beautifully 你袂使讲 It sounds good 伊遮无写sound但是 sounds 嘛相款It sounds good， 你袂使讲good well， 但是 sounds well 嘛是会使用 well 嘛是会当做形容词啦或者后壁爱放一个形容词，莫放副词
OK， 这是重点第一。The rules of grammar usually require verbs to be modified by adverbs 伊讲正常的文化内底，当然你要去修探一个修饰一个动词，一般拢是用复数嘛但是就是无共sense verb 就无共，你袂当用复数去修饰一个动词，你要用adjectives， 你要用形容词好，来例句 ：Ethan crossed the street quickly 这是一般动词嘛cross quickly 用复数。However, sense verbs should be modified by adjectives to sound right 但是这种 sense verb 是无共，伊就要用形容词。所以这例句，第一个是错误的例句，伊讲你要用安尼听起来才正常咱先讲正常的啦Even from a distance, Ethan's pace looked quick Ethan's pace looked quick 伊脚步看起来足紧的脚步足紧，看起来足紧，就行足紧但是你袂当讲伊遐足紧的迄个，你要用形容词，看起来足紧，你要用迄个紧要用形容词，你袂当用复数Even from a distance, Ethan's pace looked quickly 袂使安尼这毋对英语啦，我拢英语啦To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the impulse to pair sensory verbs with adjectives is instinctive. 就讲对讲英语的人来讲啦这种用法其实听足本能就会晓，本来就会晓，免学伊就感觉是爱安尼讲Adverbs sound completely wrong in their place， 就是因的耳孔一听了，你若用复数一听就毋对去但是你感觉我伫文化内底动词后壁应该是用复数所以迄个无共就是无共伫遮OK， 所以但是我看几部无法度应用伫咱即个台语遮咱阁继续看，我看了To use an adverb here makes it sound as if the cookies themselves are sentient brains capable of smelling 伊即只讲的是头前即个 cookie 即个例句讲正式讲法是讲 the cookies smell delicious 但是你若袂晓你就会讲毋对讲 the cookies smell deliciously 你就用复数袂使安尼，其实是毋对The cookies smell delicious 闻起来足好食款伊讲 To use an adverb here makes it sound as if the cookies themselves are 这个 sentient 我袂晓读beans sentient beings capable of smelling 来我先查一下 sentient 是啥物意思Sentient 是有感受力的人，有感情的有知觉的人。所以你若讲 the cookies smell deliciously， 伊讲你若安尼讲it sounds like if the cookies themselves are sentient beings， 听起来敢若即寡饼呢是有感受的物件capable of smelling， 那敢若即寡饼有法度通去闻物件好啦，伊是解释讲你若用着听起来是啥物感觉The difference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with the adjective good and the corresponding verb well。我拄则讲 good 甲 well 拢会使做
This fabric feels so well on the skin。袂使安尼讲吼，因为 well 会来互人误会是一种复数吼。你来讲 the fabric feels good on the skin 吼，感觉就好诶吼。你若 feels well on the skin 就听起来真恐怖吼。若敢若这布是活伫你的皮肤顶是活安尼吼。就若敢拄则迄饼听来讲，迄饼伊是活诶，还是伊会片物件安尼吼？因为你甲迄个复数用伫其他就变成迄个物件本身有法度有即个气力去做即个动作吼。If you replace feels with another verb, well, sounds perfectly reasonable. This fabric drapes so well over my shoulders. 这我把它解释了，大家听个不傻傻。When you are describing the manner in which someone senses something, however, you should use an adverb. I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instruction. 好。歹势啊！我讲几步，结果呢，可能无法度来解释伫遮吼，咱台语的即种 sense verb 的用法吼。即两句拍算有真理，伫即遮即个拍算，我感觉起来伊就是一个 sense verb 吼，就是感受起来、思考起来吼。即两句思考起来有真理，你安尼来解释，你就知影即拍算两字伫遮用法啥物意思吼？伊毋是 plan。伊毋是讲即两句，你用即两句有法度通去 plan 啥物代志，我都去计划啥物代志，无，毋是即两句听起来，所以你著甲即两句当作是无伊家己本身毋是我诶物件吼，你若甲当作是画面才会拍算嘛，对无？毋是画面死诶物件，伊无法度拍算嘛，吼，伊敢若有法度互人拍算吼，所以迄个 sense verb 呢，就是讲。相款嘛吼，我相信拄则他个上好诶解释就是遮，即两句伊是画面还是死物？伊是画面，伊会晓拍算；伊是死物，伊无法度拍算，伊敢若有法度互人拍算吼。所以即两句拍算有真理，就是拄则 sense verb 相款，感觉就是讲伊感受起来、思考起来、拍算起来，就感觉讲即内底有真理安尼。我讲到遮尔长，我毋知各位感受着，我要互你深深感受即两句，即个拍算即字，但是有两种意思，迄种感觉，我毋知你有接受着无吼？伫台语有两种即种讲法，一种就是主动的拍算，一种就是被动的拍算。说被动的拍算就是伊毋是话软，伊无法度拍算，但是会互人拍算，会当互人来甲拍算起来、感受起来、思考起来，安尼吼。所以这两句是实物，所以我就互你感受起来是内底有真理的。即卖现代人已经无法度用安尼的台语啊，吼，伊无法度用安尼的拍算啦，吼，伊敢若会晓用主动的迄个话软的拍算，对实物的拍算伊用袂出来吼。这两句拍算有真理吼，即只车拍算真好骑哦，吼，即只车拍算真好驶哦，吼。安尼理解无？就是安尼用。好啦，我问爸比，你有接受着？你有感受？我到底要甲你讲啥？爸比听啊困去。有啦，有吼。毋是啦，系啊，咱听咱就无用。好，即句拍算真正有即两种用法伫台语吼。第一种用法大家都会晓，第二种用法已经失传去啊吼，足侪人袂晓。或者是听起来就感觉怪怪，这啥物意思吼？即两句拍算有真理吼。好，咱继续看，等下我看下时间，剩5分钟。好，咱来读一个好啦，来念一个，大家来念一个吼。对志勤的丈夫大传诗者吼，开始。今仔人较少吼，对有兴趣的嘛，咱以后啦，你免歹势吼。我特别拢会互大家练习一下，吼，看一下白话字安尼吼。好，来对马文开始啊吼。志勤的丈夫大传诗，到遮。志勤的丈夫大传诗。来马文，咱来个读了吼。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伫
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来，你甲读好煞，这段甲一本诗，暗时闲下就讲究，心肝在想，诗里讲，诗要继续读，世间假不人所刻，着知服侍真无益。好，到这，感谢。过来，Sunny，你有法度家己读无？嘿，有我来。志勤的丈夫大传是，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甲一本诗，暗时闲下就讲究，心肝在想，诗里讲，世间假不人所刻，着知服侍真好，真无益。是，感谢。来，芭比，我带你读吼。志勤的丈夫大传是，志勤的丈夫大传是，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伫遐久有对朋友得到一本汉文圣经，一本汉文圣经，甲一本诗，甲一本诗，暗时闲下就讲究，暗时闲下就讲究，心肝在想，心肝在想，诗里讲，诗里讲，世间假不人所刻，世间假不人所刻，着知服侍真无益。着知服侍真无益。嘿，你若袂晓念刻的吼，你就先念益吼，安尼就知影讲，即两个都押韵嘛吼，韵母是相像的吼，益刻吼，所以就是安尼读。好，咱今仔日有到遮啦吼，剩2分钟啊，楼骹朋友欢迎来安尼来学啦，阮逐礼拜干一礼拜1点钟尔，伫即个礼拜四暗时啊，好。今仔日读了非常的慢吼，因为要甲每一句每一字吼，足详细吼，大家拢会当感受着、领受着吼，大家我都100%来领受每一字每一句安尼吼，安尼你学起来，你的基础足知吼。即马我其实先来诚感动，足侪少年伊有感受讲，哇，我忽然间我台语识足侪去啊吼，伊又想要捡倒来啊，但是。真可惜是，伊毋知影讲要捡倒来，有字通好读，有字通好写吼，啊，所以伊心内就惊吓，毋知要安怎吼，诚可怜吼，我嘛毋知要安怎吼，我有时仔知我就甲讲啊，我伫遮有 YouTube 咧开者，但是我讲实在，迄我 YouTube 录影你若无来上课，像安尼1点钟安尼逐仔听吼，其实你敢若要听，你感觉足艰苦诶吼。足辛苦诶，好啦，欢迎各位来上课来学物件啦，安尼到遮，多谢大家啦吼，好，安尼好，关房，感谢。